7个多月了，你还没给他加油啊？宝宝6个月以后啊，他的活动量就爆发式的增加了，光靠奶和辅食那些热量根本扛不住他每天爬呀、翻呀、玩，能量跟不上呀，不仅影响他的生长，连日常的活动都要打折扣。玩蔫了，你可能还找不到原因。所以说，我们宝宝添加辅食以后哈，油啊一定就要跟上了，但是切记不要加我们大人吃的油，容易敏敏，一定要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植物油。英式的这个有机核桃油里面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，这是我们人体无法合成的，对我们宝宝的小脑袋瓜和他的亮晶晶发育很重要。原料都是有机认证的高品质核桃，钠含量为0，很适合我们宝宝吃。滴管的设计，吃多少滴多少，很方便，直接滴在泡好的米粉里面，或者是煮好的米面粥里面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啦。吃起来呢是那种淡淡的核桃清香，宝宝也爱吃。回去你一定要给宝宝加上